当今啊，鸡卵大落价，产地价即卖一台斤只要21块半，鸡卵已经加正俗咯。云林有一间早餐店，头家是真有良心，讲买汉堡，那加卵唔免加钱。 早顿来一粒卵包，到伫胖内底有够好食。一间早餐店卖美国挂包，用过加卵就要加钱。不过最近卵落价，头家就宣布讲加卵免钱。吃个蛋，可是吃个蛋又觉得好贵。刚好它有这样有优惠这个状况下，我就会想要就是来这里消费。这店家就是很有良心。民众拢学了头家讲是足甘心，因为用过早餐店若要加卵，拢要加15块。为9月份产地批发的价数来看，9月初2一台斤是31.5块。 数落来就一直降，到9月13变28.5块，10月13 24.5，一直到昨昏搁较低，一台斤是21.5块。早餐店的头家讲，卵价创新低，一粒卵的成本大约是3块，若是加卵搁加收15块，就连伊家己拢买袂落。在外面我自己吃一个蛋加10块，我自己觉得蛮贵的。 头家讲，美国挂包加卵免钱，会一直维持到卵价搁起的时阵。若其他业者参像这间有卖炒面，真侪人会加卵做伙食。不过即马加卵嘛是同款，要加15块。其实什么都涨，对，它只有蛋很贵。你看蛋价，其他的都涨啊，都很贵啊。业者讲，虽然即马卵落价有较俗啊，不过其他的成本，参像电费、雅素甲其他的材料，价数起价了后，拢无要落的款，成本嘛无较减，所以就维持加卵同款来加15块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